收睇東亞財經訪談。近期中國政府公布咗15規劃建議，咁未來5年嘅經濟發展藍圖係點？當中蘊藏咗啲咩投資機會？即刻請嚟東亞證券高級投資策略師陳偉聰同我哋傾下啦。Jason 你好，係Laura你好啊，你好啊。嗱，15啦，顧名思義就係第15個5年規劃嚟嘅。咁當中有啲咩亮點咧？你係點樣理解㗎？嗱，成個15規劃就喺即係四中全會方面，我大概建議出咗嚟啦。咁整體我覺得個方向啦，特別政策方面嗰個嘅方向啦，同市場之前個預期就冇乜話太大嘅落差嘅。咁都仲係比較強調翻嚟緊個經濟係一個高質量發展啦。咁反而就唔係話太過着重所謂一個好具體明確 GDP 嗰個增長目標啊，即係同你話可能10年前、20年前嗰陣時12.5啊、13.5嘅規劃咧會有啲唔同啦。咁但係當然有個比較 overall 嘅目標，就話希望咧去到2035年整體人均 GDP 嗰個嘅增長目標咧都係希望都達到翻一個中等發達國家嗰個嘅水平。咁喺一啲唔同政策嘅目標嘅排序上邊咧，都有少少一啲嘅分別啦。今次擺第一嘅就講緊係建設現代化嘅產業，咁排第二嘅就係一個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呢一個嘅範疇啦。咁都好明顯地嘅，整我哋可能講多少少就關於成個創新科技一啲新型產業嗰個發展，咁喺嗰個著墨上面都會比較係重少少啦。咁另外亦都有提到就話講緊係一啲培育新產業要點樣去即係升級翻啲傳統產業上邊，亦都係有提到啦。咁另外亦都除咗一啲叫創新環節之外咧，咁譬如講緊係民生保障嘅擴大啦，刺激消費深化財政稅務嘅改革政策。另外就係擴大對外開放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反內卷同埋加速綠色能源轉型等等咧，咁都係屬於今次呢一個14.5規劃建議裏邊比較着墨得多嘅地方咯。咁賣個關子咧，頭先你就講咗4大範疇啦嚇，我哋先由咧大家關心嘅科技講起。今次咧好着墨一啲未來啦、新興發展啦、現代化等等嘅，同以往嘅一啲科技發展嘅政策或者係一啲支持嚟講，今次有咩唔同咧？咁今次呢個15規劃同14.5方面嘅比較咧，喺科技創新或者未來產業嗰邊嘅一啲着墨上邊咧，都即係大同小異嘅。咁當中當然會有少少分別啦。咁包括就話今次都有好具體點名某啲嘅行業咧，就未來要進一步所謂要行一個現代化嘅優化升級啦。咁所謂現代化就唔係話淨係單單一啲叫新興嘅產業或者一啲即係好長遠嗰啲規劃嘅。咁甚至乎一啲比較傳統少少嘅工業咧，咁嚟緊點樣可以做一個嘅係升級啦？譬如可能講緊嗰個具體行業上邊，今次喺嗰個政策上面有提包括係一啲礦業化工、機械、造船同埋建築等等啦。咁呢啲所謂傳統產業嘅升級咧，咁我相信就可能係一啲叫做即係生產效率上邊係提升啦。咁另外譬如可能一啲過剩產能上邊要做翻啲優化啦。甚至乎喺生產嘅過程上邊會唔會一個節能環保上邊係更加係講究咧？咁我相信就呢啲就叫邁向翻一個現代化產業嘅一個方向嘅。咁另外今次15嘅規劃建議上邊，另外一個比較特別值得一提嘅地方咧，就話係新增咗所謂一個叫培育未來產業嘅一個表述嘅。咁所謂未來產業係即係咩咧？即係話現時咧就大概可能都未必話真係咁成熟住嘅，就喺嚟緊可能呢10年5年裏邊咧，會進一步加快個發展啦。咁包括啲乜嘢行業咧？今次喺呢個政策建議上面都有提到嘅。譬如就話量子科技啦、生物製造、氫能、核聚變、人形機械人同埋6G 等等嘅。咁大家可能聽呢啲嘅名好高深嘅名，係啦，就比較可能比較陌生啲或者可能喺現時社會上邊未必話即係咁容易接觸到啦。咁但係我相信未來呢5至10年喺中國方面咧，都會有個比較強比較即係快速嘅一個發展嘅。咁另外亦都有提到嘅今次個規劃上邊都講到話啲叫做用非常規嘅措施啦，嚟到推動翻包括係一啲半導體集成電路基礎軟件先進材料等等嘅呢啲行業咧，做一個叫關鍵技術嘅突破。咁即係啲乜嘢意思咧？即係話有可能即係譬如啲芯片嘅生產、代工或者設計上邊咧，咁以往嚟講都會比較依賴翻一啲
美國嘅廠啊，或者係其他唔同即係國家地方方面嗰啲嘅供應鏈啦。咁嚟緊啊，要進一步所謂自立自強嘅即係希望透過自主研發啦，係一個叫國產替代形式咧，嚟到係做呢一類嘅產業就唔希望話再係太受美國或者外國方面嗰個嘅掣肘嘅。咁另外最後一點就係咩咧？今次15裏邊都係將一個所謂深入推進數字化中國建設咧，就係獨立成篇即係將呢樣嘢就以往嚟講咧，通常就係將同其他嘢擺埋一齊嘅。咁今次咧就零舍就將佢獨立咗出嚟啦。咁當中亦都係好明確即係強調就嚟緊人工智能方面嗰個嘅發展同埋所謂人工智能加咧即係話由 AI 點樣配合唔同嘅行業咧，去到做一個應用嘅。咁今次喺呢一個嘅建議上邊咧，都係有講到出嚟咁所以我相信今次所謂呢一個創新科技又好，現代化產業都好咧，多咗啲新嘅元素另外亦都係對於所謂人工智能嗰個嘅規劃咧，嚟緊我相信有更加多政策咧會係出台。咁聽你頭先咁樣講咧，喺廣度同埋深度上咧，似乎都係向前邁一大步啦。咁如果喺呢個起點嘅時間，大家想捉緊一啲部署機會，應該點樣去把握咧？喺嗰個投資部署上邊，咁正如啱啱都講啦，咁都比較係圍繞翻一啲叫創新科技嘅元素為主，咁特別係人工智能相關嗰啲嘅主題板塊啦。咁除咗你話大家比較熟悉嘅一啲做半導體晶片啦，一啲做人工智能相關嘅大模型或者啲雲嘅平台，呢啲當然都唔少得啦，仍然都仲係可以即係多啲去關注啦。咁再加埋譬如一啲 AI 應用嘅軟件，啱啱都提到你人工智能做咗個基礎設施買咗好多啲數據中心啦，有好多 GPU 之後，點樣利用呢一類嘅大模型可以套用到喺唔同嘅地方上邊咧？咁當中係啲軟件啦，或者啲互聯網嘅係平台啦，甚至乎一啲硬件嘅，相對可能係啲車點樣用嗰個 AI 方面做一個無人駕駛啦。咁另外就係喺過去呢即係幾個月裏邊都講得好 hit 嘅，就話人形機械人點樣將一個所謂類似一個人咁樣嘅機械人可以喺一個商業化上邊或者係家庭上面都可以用得到咧。咁呢啲都係屬於一啲叫 AI 大陸嚟嘅產業嘅。咁另外一啲叫高端工業啦因為可能以往好多啲工廠都係即係發展一啲舊式嘅經濟，譬如嗰啲做車做一啲家電做一啲智能手機。咁嚟緊呢一類嘅即係公司或者呢一類所謂工業嘅股份會唔會都可以有個契機做一個轉型做一啲所謂可能新型少少，譬如啱啱提到啲機械人啦或者一啲係6G 嘅設備啦或者可能講係啲智能駕駛相關嗰啲供應鏈啦。咁呢啲嘅板塊我覺得都係可以去多啲關注。即係似乎軟件硬件都可以受惠到啦。嗱，頭先提到咧有4大主題嘛，第二個咧就係消費。其實近年一直都聽到話內循環刺激消費提高消費水平等等。咁今次嘅15.5又有啲咩亮點啊？嗱，今次呢一個所謂喺個擴大內需消費嘅層面上邊咧，就唔係話即係著墨得太多係啲所謂消費品嘅財政補貼嘅，或者同過去嗰一年嚟講，咁始終大家可能都好靠一啲係啦，即係抌咗大筆錢嗰啲財政補貼咧，幫大家去換車換一啲手機家電啦，所謂舊換新啦。咁但係始終呢啲嘅財政補貼咧，好多時候係一次性嘅，同埋都預先投資咗嗰個購買力嘅。即係好多時候，如果你話喺舊年換咗部車換咗個雪櫃嘅話咧，好難去到出年就再換好難嘅。咁所以喺今次呢個15比較長遠嘅規劃方向上邊咧，就反而希望傾向就做一啲咧服務式嘅消費發展。咁當中服務式消費裏邊包括咗就譬如旅遊啦，開一啲展覽啦，或者可能譬如演唱會呢一類嘅表演項目啦，體育運動啦，另外教育醫療相關等等嘅消費咧，咁我相信個著墨嗰個嘅範疇咧會比較係大少少，因為始終服務式消費就唔係話真係要靠補貼啊嘛，即係呢類服務咁可能以往嗰個基數唔係咁高嘅，咁但係而家見到內地人對於譬如去旅行方面或者睇演唱會方面嗰個嘅熱情係高咗嘅，咁所以你有翻相關呢啲嘅消費場景擴大翻呢啲所謂消費嘅供給咧，咁我相信都係配合到成個消費嗰個發展。咁另外譬如可能喺一個假期上邊啦，而家內地都希望做翻一個叫做有薪嘅即係錯峰休假，即係唔係話淨係集中晒喺黃金週過年嘅時候先至放個長假，會唔會將啲假可能打散翻少少
喺其他日子你都能夠可以請一啲所謂帶薪嘅即係啲annual leave 去到去旅行又好，去睇 concert，咁呢啲都係一啲所謂內需方面嗰個嘅發展咯。咁另外你話對於譬如啲居民嘅消費力方面點樣可以加快去釋放咧？因為以往嚟講大家唔係冇錢嘅，咁但係可能就係擔心會唔會就話嚟緊個經濟唔會話太好啊，擔心個就業問題，甚至可能退休方面有冇保障，或者病咗之後有冇保障嘅。咁所以呢啲所謂啲民生相關嘅保障咧，其實今次個着墨點都比較重嘅。咁如果你話係可以增加啲叫做即係社會福利嘅開支，或者可能係提升翻一啲失業嘅保障醫療等等嘅保障嘅話咧，咁其實對於即係居民方面嘅消費信心咧，都係會增加。咁所以點樣可以進一步擴大翻嗰個消費率希望啲人唔好話喺下下淨係儲埋啲錢擺銀行嘅，有錢可以願意出嚟攞出嚟消費嘅話咧，咁都屬於係今次呢個15規劃比較重點嗰個嘅即係政策之一咯。好，多謝 Jason 幫我哋分析啦，仲有2大範疇嘅投資機遇，我哋下一集再講。